樂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不管是已婚相伴多年的夫妻，還是正在穩定交往、認真經營感情的情侶，今天想跟大家聊一段很少有人敢敞開說的心裡話。這段時間，我收到了無數私訊，發來消息的有女生，也有不少性格內斂、不好意思直白發問的問題高度相似，全部圍繞伴侶之間更為親近、細膩的親密互動。幾乎每一條私訊裡都藏著一模一樣的糾結，內心其實很期待這從零距離的相處，總覺得這樣能拉近兩個人的距離，讓平淡的日常多幾分心動，可心底又滿是顧慮。一方面擔心這類親密方式存在健康隱患，害怕處理不當染上炎症或者其他問題；另一方面受傳統思想束縛，總覺得把這種事掛在嘴邊，主動嘗試是難以啟齒的，怕被旁人貼上不合時宜的標籤，哪怕是和伴侶溝通，都羞於開口，只能獨自在心裡反覆內耗。翻看一條條留言，我完全能體會大家進退兩難的心情。長久以來，在固有傳統觀念的約束下，男女之間的親密關係一直被蒙上一層厚重的面紗，彷彿只要跳出傳宗接代這個單一目的，任何追求身心愉悅的相處方式都是不合規矩、難以登大雅之堂的。很多人從小接受的教育，只會迴避親密相關的話題，不會客觀科普親密行為對身心、感情的正向作用，更不會細緻講解安全、衛生的相處方式。這也導致絕大多數人面對多樣的親密互動時，只能獨自胡思亂想、焦慮和羞恥咁交織在一起。但今天我想拋開所有刻板的偏見，不用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，只用最接地氣、直白易懂的大白話，和所有人好好聊聊這件事。首先要明確一個核心觀點：伴侶之間細膩、貼近的親密互動，從來都不是見不得人的事情，它不存在對錯之分，唯一的前提只有兩個雙方發自內心心甘情願，全程做好完整的衛生防護。滿足這兩個條件，這場互動不僅能快速升溫二人感情，從理學、心理學雙重角度來看，還能給男女雙方帶來很多意料之外的身心益處。先和大家分享一組具備參考性的調研數據，我們可以直觀看到大眾觀念的變化。相關婚戀與兩性健康報告統計顯示，當下18歲到35歲的年輕群體裡，超過60%的人擁有一致的認知，只要兩個人都願意，事前事後清潔到位，多樣化的親密互動就是情侶、夫妻之間正常的情感表達，不必為此感到羞愧。可如果把時間往前推移幾十年，大眾的想法和如今截然不同。從前傳統禮教講究情感抒發，要守住禮法底線，男女親密行為唯一的價值就是繁衍後代，條條框框的規矩束縛着所有人，唯有人敢坦然正視自身的情感與生理需求。但時代在變化，我們看待親密關係的思維也理應更新。一段健康的伴侶關係，核心從來不是完成生育任務，而是兩個人相處時身心放鬆，彼此治癒，能夠真切感受到對方的偏愛與陪伴。接下來我會結合專業醫學研究、心理學結論，客觀拆解這類深度親密互動藏在背後的多重好處，同時完整梳理一套完整可落地的安全衛生準則，教大家放下顧慮，安心享受屬於兩個人的親密時光。一對女性而言，舒緩情緒、滋養身心、天然改善狀態。先重點和女生朋友們聊一聊，這種細膩的親密互動，最直觀的好處全部落在情緒調節、生理感受兩大層面。很多女生長期存在一個難以傾訴的困擾，和伴侶常規親密相處時，很難獲得身心的愉悅感，久而久之會自我懷疑，是不是自己對另一半沒有感情，或是自身身體存在異常？其實絕大多數情況都不是這兩重原因，只是沒有找到適配自己、足夠貼合自身感受的相處方式。權威性學調研中有一組明確數據，42%的女性只有通過更溫柔、針對性的近距離親密互動，才能獲得完整、放鬆的愉悅體驗。從人體生理構造來講，女性私密區域分佈着數量極其密集的神經末梢，感知敏感度遠高於男性，如同一個需要耐心、溫柔對待的快樂開關。
普通的親密模式很難精準觸及這個敏感區域，自然很難讓女生感受到舒闊與放鬆，而伴侶之間輕柔的近距離互動，剛好可以精準照顧到這一處特殊部位，輕鬆喚醒舒闊的身體感受。這種愉悅不只是短暫的感官享受，更會實實在改變身體內分泌狀態，這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健康知識點。當女性獲得充分的身心滿足時，體內會大量分泌兩種關鍵的素：內啡肽與催產素。內啡肽被稱作人體天然的快樂的素，功效遠超各類情緒舒緩保健品，能夠有效消解日常積存的壓力、撫平煩躁、低落的負面情緒。催產素則被大家叫做愛的激素，分泌量提升後，會大幅加深兩個人之間的親密感、信任感，無言之中拉近彼此的心，讓雙方更加依賴、珍惜對方。相信不少女生都有過類似體驗，如果長期在親密關係裏得不到身心滿足，很容易陷入持續性焦慮，一點小事就忍不住煩躁發火，夜間失眠多夢，睡眠質量直線下滑，整個人氣息暗沉，精神萎靡。而節奏闊度，雙方都享受的親密互動，可以從根源改善這些問題，穩定內分泌，舒緩神經，長期堅持下來，睡眠變好，情緒平穩，皮膚氣血充足，面色紅潤，這是任何外用護膚品、來福滋補品都替代不了的天然養顏方式。二、對男性而言，疏通腺體代謝，降低泌尿系統健康風險。接下來的內容專門送給各位男生，這一點直接關聯前列腺健康，關乎長期泌尿系統狀態，一定要認真看完。男性前列腺會不間斷分泌液體，這是身體正常的新陳代謝行為，完全符合生理規律。但如果長期沒有合理的代謝排出渠道，液體持續淤積在腺體內部，會造成前列腺持續充血、水腫，直接提升慢性前列腺炎的發病概率。若是炎症長期放任不管，持續反覆發作，還會誘發更嚴重的腺體病變，這絕非誇大其詞，是泌尿科臨床非常常見的健康問題。伴侶之間溫柔的近距離親密互動，能夠讓男性獲得完整的生理愉悅，推動腺體分泌，物順暢排出，相當於定期給前列腺做一次溫和的深度疏通，保持腺體內部通暢，從源頭減少炎症、增生胃問題的出現概率。不過這裏必須劃清一條重要底線，凡事講究闊度親密時養護身體，毫無節制、頻繁過度的親密行為，反而會加重生殖系統、腎臟的負擔，透支精力，白天精神萎靡、腰酸乏力，得不償失，一定要把控好頻率。三、加固二人情感聯結，提升信任與婚姻穩定度。前面兩點偏向心理層面的益處，第三點則是對親密關係、心理健康影響最深的一點，也是很多平等夫妻最需要的。現實裏大量情侶夫妻感情變淡，日常無話可說，甚至走向分開，根本矛盾往不是出現第三者經濟矛盾，而是兩個人長期缺少深度、毫無保留的身心連結，兩個人同處一室，心卻隔着很遠的距離。而這從放下所有防備的親密互動，恰好是打破隔閡、拉近彼此距離最好的方式。有完整心理學跟蹤研究佐證，能夠坦然溝通、自願嘗試多樣化親密相處的伴侶，雙方對這段感情的滿意度、彼此之間的信任程度，遠遠高於迴避親密、抗拒深度接觸的情侶。究其根本，這類互動代表着極致的坦誠與交付，一方卸下所有防備，全然接納伴侶貼近自己，另一方用溫柔、耐心的方式表達愛意，唯有敷衍與急躁。這種身心同步的貼近，是再多甜言蜜語、禮物驚喜都無法替代的，能讓普通伴侶慢慢變成能夠互相傾訴、彼此依靠的靈魂知己。現實中很多結婚多年的夫妻，慢慢走進無性婚姻的困境，每天只是搭伙過日子，沒有心動，沒有親密。很多人以為是愛意消磨殆盡，其實大多只是雙方懶得探索彼此，迴避溝通自身的需求。闊度嘗試雙方都能接受的親密互動，很容易重新喚醒當初熱戀時的心動，消解日常積存的隔閡，讓平淡的婚姻重新擁有溫度。
講到這裡，很多人會產生疑惑，為什麼這種近距離互動能帶來這麼強烈的愉悅感，還能快速加深兩個人的情感基本？核心來源於身體、心靈雙重層面的同步反應，同時男女雙方生理感受節奏存在天然差異，這也是相處中最容易產生矛盾的地方。分開給大家講清楚。第一種是人體本能的生理反應。我們私密區域的神經末梢密度是身體其他普通部位的數倍，感知能力格外敏銳。當伴侶溫柔、輕柔地呵護敏感部位時，神經信號會快速傳遞至大腦的快感中樞，刺激多巴胺、啡肽等愉悅激素大量釋放，自然而然產生放鬆、愉悅的感受。這和吃到可口美食、完成熱愛的事情會心生歡喜是同一個道理，是刻在身體裡的本能反應，無需為此感到羞恥。第二重是靈魂層面的深度共鳴。在親密相處這件事裡，發自內心的願意永遠比花哨的技巧重要百倍。伴侶願意放下顧慮，主動貼近你，本質是發自內心的尊重、珍視。你願意毫無保留接納對方，代表着100%的信任，不害怕暴露自己柔軟、私密的一面。這種雙向奔赴、彼此包容的相處模式，會讓人產生極強的安全感。在這個人面前，我不用偽裝，不用拘謹，可以完全做真實的自己。這份安全感是一段長久穩定感情最核心的基石。第三重是男女感受節奏的天然差異，這是非常關鍵的知識點，一定要記錄，不要用統一標準要求另一半，只會互相委屈，消耗感情。男生的快感大多數來源於生理刺激，反應來得直接猛烈，簡單的肢體呵護就能快速點燃情緒，整體節奏偏快，更加看重當下的身體感受。但女生的愉悅是情緒安全感加生理刺激雙重結合的產物，缺一不可。相信很多女生都深有體會，如果心理別扭、缺乏安全感，哪怕對方進行親密接觸，不僅感受不到舒緩，反而會心生排斥、反感。所以男生在親密互動開始前，千萬不要急躁，多留出時間溝通，輕聲詢問對方當下的感受，確認對方完全願意放鬆，多一些擁抱、溫柔的情話，對時先安撫好對方的情緒，內心放鬆了，才能真正享受相處的過程。同時女生也要多理解男生生理上的先天特點，快感來得快，退去也快，這只是身體構造差異，不代表對方不夠愛自己。相處過程中一旦覺得不豁疼痛、內心抵觸，一定要第一時間直白說出來，不要害怕對方失落就勉強自己配合。真正在意你的伴侶，一定會停下動作，尊重你的感受。勉強得來的親密，只會埋下心理陰影，日積月累不斷消耗二人感情，完全得不償失。療癒親密互動帶來的各類正向作用，絕大多數人最擔心的依舊是健康安全風險，害怕清潔不到位引發各類婦科、男科炎症，或是較差傳播病菌。其實只要嚴格遵守4條護理準則，就能最大程度規避風險，安心享受二人時光。每一條都簡單好操作，日常完全能做到。第一條，事前全身清潔是基礎，絕對不能省略。親密開始之前，兩個人都要用溫水仔細清洗私密部位，切記不要使用市面上添加大量化學成分的私處洗液。男生重點清潔私密部位外層，仔細清理節奏處堆積的包皮垢，這類污垢是細菌大量滋生的溫床。如果清潔不徹底，不僅自身容易誘發龜頭炎症，還會在接觸過程中將病菌傳遞給伴侶，誘發女性陰道炎、外陰瘙癢等問題。女生清潔只需要用溫水輕柔沖洗外陰內部即可。女性陰道內部自帶菌群層，自淨保護機制，千萬不要用水沖洗陰道內部，過度清潔會破壞有益菌群，反而降低私處抵抗力，更容易反覆滋生炎症。只擦乾淨表面分泌物，保持清爽就足夠。第二條，口腔清潔檢查必不可少。在近距離接觸前，一定要完整刷牙，反覆漱口，清理乾淨口腔內食物殘渣、異味，同時自查口腔狀態。如果存在口腔潰瘍、牙齦出血、口腔破損、咽喉發炎等問題，必須立刻暫停這類親密互動，等待口腔完全痊癒再進行。
口腔內部含有大量菌群，一旦通過接觸進入伴侶私密部位，極易引發瘙癢、紅腫、炎症。反過來，私處攜帶的細菌也會通過破損傷口進入口腔，引發口腔炎症。咽喉不括，雙向都存在健康隱患，千萬不要抱有僥倖心理。第3條，按需使用防護工具，全程尊重對方意願，雙管齊下保障安全。如果雙方無法100%確認彼此身體健康狀況，或是存在性病交叉傳播的可能性，一定要使用專用隔齒防護膜，輕薄貼合不會過多影響感受，卻能徹底隔住口腔與私密部位直接接觸，阻斷細菌病毒雙向傳播。不要覺得防護工具會破壞氛圍，身體健康永遠是享受親密的第一前提。同時相處過程中把控力度，全程動作輕柔，杜絕牙齒啃咬，用力揉搓，避免劃傷私密部位刁亂的臉貌皮膚。一旦皮膚出現破損傷口，病菌會順着傷口直接侵入體內，大幅提升感染概率。溫柔耐心才是親密相處正確的方式。這條準則裡最重要、優先級最高的一點，永遠是尊重彼此的主觀意願。只要伴侶明確表達不喜歡、不接受，或是當下身心狀態不佳，暫時不願意嘗試，就要立刻停下所有動作，不要反覆勸說、軟磨硬泡，更不能強迫對方順從。每個人成長環境、家庭教育、接受親密方式的底線都不一樣，有人能夠坦然接納，有人內心始終無法跨過心理關卡，這不存在對錯之分，不必強行統一標準。親密關係的核心是互相包容，彼此遷就，而不是逼迫對方迎合自己的喜好。勉強得來的近距離接觸，只會讓對方產生抗拒心理，慢慢疏遠兩個人的距離。同理，如果你自身內心抵觸，感到不舒服，也一定要勇敢直白，表達自己的想法，不用為了顧及對方情緒委屈自己，長久壓抑內心感受，只會積存矛盾。第4條，親密結束後的時候護理不能偷懶。相處結束不要立刻躺下休息入睡，雙方再次用溫水簡單沖洗私密部位。女生洗完後用乾淨柔軟的紙巾輕輕吸乾外陰水分，保持私處乾燥透氣。潮濕悶熱的環境最容易滋生霉菌。男生同樣沖洗乾淨，擦乾殘留分泌物，避免對即刺激皮膚產生異味瘙癢。清洗完成後可以喝一杯溫水，加快身體新陳代謝，幫助身體快速恢復狀態。同時做好後續觀察，如果結束1週之內，有一方出現私密部位瘙癢、紅腫、刺痛、異常分泌物、異味等不括症狀，不要自行隨便購買藥膏塗抹，得對症用藥會掩蓋真實病情，拖延最佳治療時機。一定要及時前往正規醫院婦科、泌尿科就診檢查，遵從偽足規範治療。最後想和大家說幾句發自內心的心裡話。做情感兩性健康科普這麼久，我見過太多夫妻因為內心羞恥，不敢正視自身需求，刻意迴避多元化親密互動，常年單一敷衍的親密模式，慢慢導致夫妻生活不和諧，隔閡越來越深，最後嚴重影響婚姻質量，實在讓人覺得可惜。在這裡，我想打破所有人固有的刻板認知，伴侶之間的親密相處從來沒有唯一標準答案，不用被旁人的眼光、正經與否的標籤束縛自己。只要滿足雙方自願、衛生防護到位、能夠增進彼此愛意這3個條件，那就是撮合你們兩個人的相處方式。正視自身的生理、情感需求，追求身心愉悅、安穩幸福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，完全不需要為此感到羞愧、自卑。但同時也要提醒所有人把握分寸，親密互動只是平淡生活裡的調味劑，闊度嘗試能夠讓感情更加甜蜜溫暖。可如果毫無節制、過度沉溺，把大量時間精力投入其中，忽略工作、生活、自我提升，就會本末倒置，得不償失。一段長久穩定的伴侶關係，核心永遠是日常的理解、包容、換位思考。無論選擇哪一種親密相處模式，只要相處時能清晰感受到對方藏在細節裡的愛意，那就是最契合彼此的相處方式。今天關於親密關係的科普分享到這裡就結束了。相信看完整篇內容，大家對於多樣化親密互動的好處、完整安全防護方法都有了清晰全面的了解。
如果還有其他情感、兩性健康相關的疑問，都可以在評論區留言，我會逐條認真查看，盡可能為大家細緻解答。後續還會持續分享更貼合普通人生活、實用性更強的情感與親密關係乾貨，我們下次再見。